哇！呢個鐘數仲有咁多人，實時㗎，而家係即時，哇！就咁多人。嗱，呢鋪真係冇賣唔出嘅樓，只有賣唔出嘅價錢。而家呢個中山地鐵上蓋清盤價70零萬就可以攞低呢個89平方3房2廳2衛嘅戶型，最緊要全部都係精裝現樓，即買即入住，戶型都相當之方正。呢個89平方咧都有一個6米大陽台，呢一忽咧全部都係送俾你嘅。出邊嘅入住率都相當之高，全部係實景現樓嚟㗎，園林都做好晒。咁呢邊咧旁邊就有大型商場、濕地公園、體育館等等嘅配套全部有齊晒，咁而且仲有香港直通巴士可以直達荃灣太子，4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深圳灣關口嗰邊㗎啦，返香港都相當之方便。最緊要呢邊係地鐵上蓋，2027年地鐵就會通車，而家係在建當中嘅，係啦 ，location 交通都相當之靚仔，總價70零萬，咁戶型嘅話89平方3房2廳2衛，我哋而家見到嘅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嗱，有興趣嘅話聯繫我攞資料啦，真係唔好不容錯過。